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：先抢到就是我的吗？叮咚，下课钟声一响，森林学校的操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小猴子飞快地跑向大树，小熊滚着大轮胎，笑得好开心。小狐狸拿起小铲子，朝着沙坑跑去。小兔子开心地追着朋友，每一只小动物都急着跑向自己最想玩的地方。只有小鹿还站在教室门口，它不是不想玩，而是心里忍不住想着，今天我会不会也有地方可以玩呢？小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勇气，朝着它最想去的大树跑去。它一直好想和大家一起玩，可是还没走近，就听见小猴子大声喊：不能过来！这里是我们的基地，只有我们可以玩。小鹿停下了脚步，它愣了一下，轻轻点点头，小小声地说：好吧。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开。小鹿心想，没关系，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玩。它慢慢走向轮胎区，可是大大的轮胎早就被小熊和他的朋友搬到角落了。小熊笑着说：这些都是我们先拿到的，别人不能拿哦。小鹿点点头，好吧。他又转身离开。那我去玩沙坑吧。可是沙坑旁的小铲子全都被小狐狸抱在怀里，这些等等我们要用。虽然他们还没有开始玩，却一把铲子也没有留下。小鹿看着空空的沙坑，心里有一点失望。他忍不住小声地说：原来今天还是没有地方可以玩。就在这时，森林校长走了过来，他没有急着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操场，看着有人开心地玩，也看着有人只能站在旁边。过了一会儿，校长笑了笑：孩子们，老师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挑战，如果大家愿意，我们明天一起试试看。大家一听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什么挑战呀？校长眨眨眼，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第二天，叮咚，下课钟一响，大家迫不及待地跑向操场。可是眼前的一幕让所有小动物都停下了脚步，因为操场上的每一样东西竟然都贴着一张名字牌。大树写着小猴子专用，轮胎写着小熊专用，
沙坑写着小狐狸专用，荡秋千写着小兔子专用，就连草地也贴着小松鼠专用。大家忍不住笑了，怎么可能？可是没过多久，大家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今天小猴子想玩轮胎，不能玩；小熊想去荡秋千，不能玩；小狐狸想去爬树，也不能玩。每一只小动物都站在自己想玩的地方前，却只能看着。森林校长轻轻地问：“你们今天开心吗？”大家一起摇摇头。校长又问：“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一个人的，是不是其他人就没有机会玩了呢？”大家安静了，慢慢的点点头。校长把一张张名字牌拿了下来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森林学校的树不是小猴子的，轮胎不是小熊的，沙坑也不是小狐狸的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大家一起玩的。”小猴子低着头，小声地问：“可是，如果我让别人玩，我就玩不到了，怎么办？”校长笑着回答：“你可以先玩一会儿，再跟大家说，轮到你们咯。也可以问一问，要不要一起玩？如果大家一直想不到办法，就一起请老师帮忙。老师不是帮谁赢，而是帮大家找到公平的方法。”小鹿听了，鼓起勇气，走到小猴子面前，他轻轻地问：“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”小猴子想了一下，如果只有自己玩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玩。他笑着说：“好啊。”小猴子笑着往旁边站了一点，小鹿也开心地走了过来。有的小动物在滚轮胎，有的挖沙，有的在大树下玩扮家家酒。操场上一下子充满了欢笑声。小猴子忽然发现，原来一起玩比自己一个人玩还要好玩。大家笑得比昨天还要开心。从那天开始，森林操场还是每天都很热闹。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忘记，还是会有人说这是我的。可是孩子们已经知道，可以先勇敢地说，这是大家一起玩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轮流玩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如果大家还是想不到办法，就一起请老师帮忙，因为一起想办法比抢来抢去更能解决问题。森林校长笑着对大家说：“真正的快乐不是把好玩的东西全部留给自己，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一起玩。有些东西，像家里的玩具，会有自己的主人，可是学校的树、轮胎、沙坑和游乐器材都是属于大家的。先玩到，并不代表可以一直站着。如果有人也想玩，我们可以轮流，可以一起玩，也可以
一起想办法，这样每一个小朋友都能一起享受游戏的快乐。因为最快乐的游戏，不是一个人玩得最久，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一起快乐的玩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